30幾年嚟，我親眼見證住一代又一代追夢做藝術嘅人起起落落。每次見到啱啱喺藝校畢業嘅後生仔女隻眼發光，我就會睇返起當年嘅自己。但現實永遠都係冇殘酷。最近嘅數據顯示，全國有55%讀表演專業嘅畢業生最後都轉行，平均月薪淨係得3908蚊。自從08年喺香港演藝學院、戲劇學院導演係冇咗藝術碩士之後，我一直都喺度揾緊自己嘅藝術上嘅定位同價值。我都試過好努力咁做自己劇場嘅作品，但係能力有限，吸引唔到夠多觀眾。我又試過四圍探索，電影、動畫、插畫、文創、主題樂園、內容策劃等等，成堆同娛樂同文化創意產業有關嘅項目都試過。我好幸運，可以靠自己嘅興趣揾食，起碼糊口冇問題。我見過太多有才華嘅後生仔女為咗生存，逼住要放棄自己嘅夢想。呢幾年呢啲佢嘅故事我真係見得太多，會失去一個創作者，我哋嘅文化就暗淡咗一分。呢種痛真係要親身經歷過先至會明白。我哋呢一代人喺多年嚟嘅搏命，就係想幫後面嗰啲人鋪條易行嘅左路。但係而家見到佢嘅情況，我知道我哋做得仲遠遠未夠。呢個唔淨只係個人夢想破碎咁簡單，仲係成個社會文化生態同精神文明嘅危